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多个藏人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土伯特僧人测嘎嘉措在中国监狱拘押期间遭受苦刑虐待；捷克参议院通过历史性决议，维护达赖喇嘛尊者转世权威；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部长就土伯特问题表达关切；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驻日本代表茨旺加布阿瑞亚会晤日本议员。每周回顾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3月25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微藏协会、多康扎曲卡协会及吉隆福利协会共同举办的长寿法会。在法会上，主办方之一的微藏协会向达赖喇嘛尊者敬献了一尊名为世界一窟的奖章，而扎曲卡协会也向尊者敬献了一份特别的纪念品。约4000多名申述信众出席了当天的法会。此外，来自流亡藏人媒体的可靠消息证实，土伯特僧人测嘎嘉措于今年1月2号在关押6个多月后获释，但在狱中遭受苦刑折磨，导致身体状况严重恶化。据悉，48岁的测嘎嘉措为土伯特安多地区什藏寺僧人，于2025年7月2号左右在西宁被中国安全人员强行带走，并于今年1月2号获释。因为在狱中遭受狱警的苦刑折磨，获释后他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在拘押期间长期暴露于强光下，导致视力恶化，以及持续性的膝盖疼痛。中国当局还对他进行严密监控，并且在释放3天后再次将他传唤回西宁，并要求他签署文件，承诺不从事任何违背中国政府意愿的活动。在被捕之前，测嘎嘉措曾在什藏寺五明佛学院担任藏文教师。自他的亲属科朱嘉措于2008年被当局拘捕以来，他和其他多名家人一直遭受中国当局的反复骚扰、审讯与监控。截至目前，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人权事务处记录的80多起藏人因遭受中国当局苦刑而直接死亡的案例中，受害者家属也因亲人被监禁和死亡而承受了当局的骚扰和打击。另外，在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国际团结行动中，捷克参议院于本周3月25号通过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决议，捍卫土伯特人民的宗教自由以及他们决定未来精神领袖的专属权利。该动议以压倒性的40票赞成、0票反对获得通过，明确一致地拒绝中国政府近期试图干扰土伯特宗教事务的立法举措。该决议由参议院副议长伊特卡塞特洛瓦提出，并获得参议院普雷米斯尔拉巴斯、参议院布雷迪斯拉夫里赫尼克和参议院乔治卢日奇卡的支持，强调了捷克共和国与土伯特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欢迎捷克参议院的举措，并表示捷克共和国通过支持藏人选择自身宗教领袖的权利，再次彰显其作为人类尊严捍卫者的传统。与此同时，代表赤列曲吉还于当天出席了在捷克参议院举行的一场对土伯特的同化政策为题的会议。会议由捷克议员海伦娜·朗萨德罗瓦主办，并与捷克科学园东方研究所等组织合作，汇集了来自捷克各政党的议员、学者、记者以及藏人代表出席，共同探讨了中国统治下土伯特的政治与文化状况，以及就中国的跨国打压及土伯特境内持续性的系统性控制等挑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此外，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于上周二3月17号在坎培拉举行第3届外长与国防部长级磋商会议期间，就中国统治下土伯特、香港和东土厥斯坦的人权状况表达了严重关切。
在会谈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澳新两国部长对土伯特的宗教、文化、教育及语言权利与自由持续遭受侵蚀表达了严重关切。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于本周一3月23号应法国阿拉伯世界研究所主席安里克莱尔·勒德让的邀请，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比布鲁斯展览开幕式，并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简短的交流互动。在与代表仁增屈真根康进行交流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表达了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深切敬意，并回忆起此前觐见尊者的情形。开幕式汇聚了多名重要人士，包括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黎巴嫩文化部长加桑·萨拉梅，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外交官、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茨王加布阿里亚博士于本周三3月25号在东京永田町的日本国会大厦会见了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土伯特小组主席山谷回里子议员及前秘书长石川昭正。代表阿里亚博士向两名议员介绍了中国近期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提交了该法案的摘要，指出该法的动机在于为中共当局破坏并同化少数民族身份、语言和文化的政策提供合法性，同时将反对之一同化政策的行为刑事化。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之际，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与支持者在过去的1周里继续通过各类活动实践及推广慈悲与利他理念。作为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与维多利亚州本迪戈的普世慈悲大佛塔管委会合作，于上周日3月22号举办了一场国际研讨会。活动吸引了来自澳洲各地的200多名佛教领袖、学者及社区代表参与，共同探讨如何将恒久的佛教价值观切实应用于建设更加和平与和谐的世界。此外，位于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萨陶恩地区的康嘎托藏人定居点于本周三3月25号在当地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清洁行动。活动由康嘎托藏人定居点地方90华诞组委会组织，60多名定居点的居民以及嘎托尼玛寺的僧人参与了此次清洁行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